大家好，我係呢仔，想唔想聽一個好書推介啊？今日我要介紹嘅係由清水賢老師創作，喺日本講談社連載嘅《工作細胞》漫畫，一推出咗之後就受到極大好評啦，更喺2018年改編成為電影動畫，享譽國際，仲掀起一股 cosplay 細胞嘅熱潮啊！故事設定係一個健康嘅高中生身體裏邊有個分工精細、不停運作嘅細胞世界。喺呢個世界裏邊，除咗有我哋熟悉嘅紅血球、白血球同埋血小板之外，仲有較少聽到嘅，不過又同樣重要嘅 T 細胞、巨細細胞同埋樹突狀細胞等等，都係重要嘅免疫細胞。每個角色都係用擬人法嚟描繪，佢哋有住鮮明嘅個性、極具識別度嘅造型，同從小就賦予嘅特定工作，喺人體世界裏邊抵禦外來嘅侵略者，即係話隨時侵入嘅細菌、病毒、寄生蟲等，甚至係身體裏邊嘅不正常細胞。工作細胞有13集，每一集都會講述一個特定嘅故事，例如中暑、食物中毒同埋流行性感冒等。喺每個遭遇或者世界崩壞嘅時候，細胞都會盡責咁樣發揮自己嘅所長，團結一心，盡力咁樣保護呢個世界嘅和平。每個角色生動有趣，將無聊嘅教科書都可以變成好有趣。我哋一齊去進入呢個奇妙嘅工作細胞世界啦！耶！各位小朋友，你哋有冇睇過工作細胞呢？我哋有睇過啦，佢哋嘅動畫版、繪本版同埋漫畫版都介紹咗好多人體嘅知識㗎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會介紹工作細胞嘅日常。而家會介紹3位非常重要嘅夥伴。嗨，我係紅血球，我哋係血液嘅成分之一，責任將人類吸入肺部嘅氧氣傳送至全身。血液有一半都係紅血球，所以睇起嚟就係紅色㗎啦。我係白血球，白血球都係血液嘅成分之一，可以分成好幾種唔同嘅類型，其中數量最多嘅就係嗜中性球，負責打低侵入體內嘅細菌同埋病毒。大家好，我係血小板，喺血液中，我哋係體積最細嘅血球啊！大家受傷流血嘅時候，血小板就會聚集一齊，就會有止血嘅效果噶啦。好啦，佢哋3個就係我哋血液中非常重要嘅角色。我哋今日就從打乞嗤呢個平常嘅反應開始啦。第一話，打乞嗤，呢度係人類嘅身體內部，今日都有好多細胞喺度勤奮咁樣工作。我哋紅血球總係着住紅色嘅衫，責任將氧氣送俾全身嘅每個細胞。你等咗好耐啦，呢個係今日嘅氧氣，多謝。咦，你新嚟㗎？二氧化碳就麻煩你帶走咯。突然危機發生啦！咦，點解咁嘅？突然地下穿咗一個大窿，好多細菌湧咗入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呢度嘅環境好似好適合生活喎。
先將呢啲阻住晒嘅細胞趕出去。就喺千鈞一髮之際，着住白色工作服嘅白血球突然間出現咗，捉住咗細菌。咦？呢位啊？白血球徹底將細菌打低喺地，跟住佢就攞起對講機講啦：呢度係白血球是中性球，貨編號U1146，入侵嘅細菌已經完全消滅。完畢。見到呢個情況，企喺側邊嘅紅血球諗：好彩白血球先生及時得收拾晒嗰啲細菌咋。多謝你啊，白血球先生，唔使客氣，呢個係我嘅工作。低入侵體內嘅細菌同埋病，真係太令人敬佩啦！估唔到事情仲未結束。受體仍然有反應，附近一定有匿埋咗嘅細菌。咦？啱啱入侵嘅應該係肺炎鏈球菌啦。肺炎鏈球菌呢種細菌會食咗紅血球，再增加自己嘅同伴。當肺炎鏈球菌嘅數量越嚟越多，佢哋就會經由血管散播至全身，可以話係非常難對付嘅細菌。食咗紅血球，如果唔理嘅話，最後成個身體都會被破壞。一定要快啲消滅佢哋先得啊！一個都唔好俾佢哋逃走啊！喂，我呢啲睇唔到喎，點睇都睇唔到喎。明明呢度冇細菌，點解佢會係咁喺度響嘅？個嘢係咪壞咗啊？我要將呢啲二氧化碳送去肺部先得啊！我先走啦。好，路上小心啦，我出發啦。雖然紅血球心裏仲係好驚，但係佢必須完成佢嘅使命。隨着紅血球走咗嗰時，警報聲都慢慢咁平靜咗啦。咦？紅血球離開咗之後，受體嘅反應都消失咗喎，點解會咁嘅呢？跟住紅血球攞住地圖，又辛苦咁搵路啦。呢度？好似唔係喎，係咪呢度啊？我唔係喎，轉彎，我唔係喎，呢度唔係喎，哎呀慘啊！係咪呢度啊？哎呀死啦，好似迷路咗啊！呢個時候，紅血球就見到一班好可愛嘅血小板。安，大家唔好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！哇，有好多血小板啊！唔好意思，前邊喺度整路啊，所以通過嗰時要注意安全啊。好，我知道啦。人體嘅血管非常複雜，紅血球仲要避開有細菌嘅路線。紅血球嚟到唔可以再通行嘅靜脈反，唔小心行到去淋巴管，行錯路，行咗去脾臟，見到巨細細胞喺度飲茶。好彩沿路上有好多工作細胞嘅夥伴指引路線，紅血球終於嚟到肺部啦！太好啦，終於到啦！紅血球順利到達肺部，歡迎嚟到肺部，危險，禁止奔跑，危險，禁止奔跑。肺部就好似一個超大嘅貨運站，所有紅血球都將二氧化碳擺去呢度去處理嘅，跟住將新鮮吸入嘅氧氣供俾身體裏邊每個細胞，所以呢度一定人山人海噶啦。紅血球好滿足咁樣講：哇，
原來呢度就係肺，真係好熱鬧啊！好彩冇遇到細菌咋，打攪晒，我嚟送貨㗎。正當紅血球將一個箱運送到去牆區嘅時候，突然間有隻肺炎鏈球菌喺佢個箱度彈咗出嚟。多謝你將我帶到嚟呢度啊！肺炎鏈球菌竟然匿埋咗喺我搬咗個箱裏邊。啊！救命啊！你冇想走啊你！終於揾到你啦，肺炎鏈球菌！你嘅同伴已經俾我哋打低晒啦，白血球又過嚟救我哋。搞錯，你點知我喺呢度噶？因為紅血球走咗之後，受體嘅反應都唔見咗。我原來個受體冇壞到。哇！係細菌啊！快啲啊！哇！細菌啊！哎呀！好，咁你知道我哋肺炎鏈球菌有幾咁勁？肺炎鏈球菌伸出咗好多好尖銳嘅觸手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紅血球，快啲匿埋喺我後邊！搞咩啊？做咩啊？呢嚿嘢究竟乜嘢嚟噶？點解將我困住喺呢度嘅？原來係肺炎鏈球菌觸發咗工廠裏邊其中一個機關，俾人困咗喺個波裏邊。呢個波被運送去一個好巨大嘅機器裏邊，向上送過去，只成功捕捉細菌。接下落嚟要將它排出體外。哇！停手啊！救命啊！哇！好驚人嘅機器啊！呢個地方叫做支氣管，所有嘅細菌都會被送去噴刺火箭裏邊。停手啊！放走我啊！倒數開始，3、2、1，細菌拜拜。就係咁樣，乞嗤1號就成功飛出體外。就係經過工作細胞嘅一番努力，呢個身體就一直健健康康咁啦。